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yle。咁我而家咧就喺 HKDI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嗰度擔任講師一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icole 啦，我係一位內容創作者，我做嘅內容係圍繞住流行文化、音樂同埋時裝。咁我都有喺 HKDI 做 part-time 老師。如果喺我以往做一個時裝媒體啦，做一個編輯啦，其實咧係好多一啲衝鋒陷陣啦，好前線嘅工作，可能要去好多 fashion week 啦，跟住同好多 designer 啦、model 啦、celebrities 啊去做訪問。而家反而變咗做老師呢一個轉變咧，對我嚟講咧係一個身份嘅延伸，將我可能喺 L 呢一本雜誌度嗰10年嘅經驗，全部嘢都可以係喺學院同學生溝通之間咧，去 train 到佢哋，去幫到佢哋，好似做一個橋梁咁樣，將佢帶到去 industry 嘅時候咧，俾佢哋感受到所有嘢都係要 think and do。我成日都覺得 the youth is the future， 即係年輕人係我哋嘅未來。咁所以我覺得透過參與 part-time 教學，最大嘅感受就係可以直接第一手去接觸我哋嘅未來咯，即係可以真係去認識我哋而家嘅年輕人啦。咁我哋曾經都讀過書，咁都曾經會覺得啊，如果個老師點樣點樣就好啦。如果譬如學校教到一啲更加連結到社會現實實踐到嘅嘢就好啦。咁而家都希望可以作為一部分去 contribute 翻、貢獻翻俾呢個地方。咁我覺得教學嚟講咧，其實好雙向嘅。咁其實咧溝通之間咧，我覺得老師同學生之間嘅對問咧好重要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學生都會問一啲問題，就話阿 Sir 咁其實得唔得咧？咁得唔得？其實我覺得設計冇對與錯，亦都唔係科學所講嘅1+1等於2。我唔會直接答佢 yes 同 no， 而背後講嘅咧係應該刺激翻個同學諗點解背後諗到呢個問題，而問題背後應該點樣去刺激到佢去 train 翻呢一個解難嘅能力。坦白講，我覺得而家去到譬如一啲拍片、一啲好 skill set 嘅嘢咧，我覺得年輕人其實係仲犀利嘅，因為某程度上佢哋已經係一班 digital native 啦。對呢班年輕人嚟講，佢哋係一出世已經接觸咗呢一樣嘢，咁所以我會分享多少少係你個 mentality 咯，即係個心態上，希望可以 inspire 到佢哋，就係如果你對嗰樣嘢係真係中意嘅，你熱愛嘅，咁就試下去做，同埋嘗試堅持去做咁樣咯。同學咧好多時候佢接觸社交媒體啦，其實咧有陣時比我哋接觸得更多，或者用嘅機會都好多。個 IG 或者 YouTube 上面一啲新 function 咧，佢仲接觸得快過我哋老師。有陣時佢哋會真係咁樣去溝通咧，反而我又會喺佢身上學到嘢。所以我覺得咧喺呢一度教書咧，嗰個教育嘅心得或者係嗰個概念咧，唔係咁單向地做一個好輸出嘅感覺，而係互相學習嘅一個概念嚟嘅。咁但係咧 mentality 同埋個 soft skill 都需要兩者共存，因為 soft skill 就係講緊可能係嗰個 communication skill 啦、與人際嘅關係啦，跟住溝通上嘅技巧啦。mentality 就係你識得點樣去勇於嘗試，同埋點樣去喺個錯誤中識得點樣去成長。鼓勵佢哋繼續做，繼續 dream big，保持嗰份 passion 啦，唔好聽太多外界嘅嘢，即係聽自己。如果你想做咧，堅持去做。保持初心啦，我覺得好緊要。